大家好，我係李燕霞 Angel， 我而家係喺鴻福堂做緊兼職店務員，最主要嘅職責係負責執貨、處理自家小食、清潔店鋪，為顧客提供優質服務等等。當時我個心情都係保持住平穩，但係有啲擔心嘅地方就係處理自家小食同埋清潔等嘅工序仲未熟練。佢哋係以循序漸進式咁慢慢逐步教導我去點樣去做得更加理想啲，跟住讓我更容易迅速上手同埋明白佢哋嘅指示。第二樣就係顧客有陣時候問啲問題我未必完全解答到等嘅情況之下，佢哋都會即時補位同埋指導返我點樣再做得更加理想啲。佢哋係會非常體貼同埋提供全面配合嘅就業支援計劃俾我去參與多元化嘅課程，加埋投入職場等等。最大嘅改善就係慢慢逐步提升咗自信心、獨立處事、應對同埋迅速解難等嘅能力，例如係自學收銀同埋招待顧客等等嘅技巧，為聘請全職店務工作做好準備。佢最有進步咧，我就見到其實佢對客人啦，因為咧佢以前啱啱嚟到嘅時候見客咧，可能唔係好有信心，唔係好熟悉我哋店鋪運作啊。而家咧已經見到佢對店鋪運作好熟悉，同埋咧對客人好有信心。我見到佢呢個係最大嘅進步。公司一直推動共融文化啦，咁我哋有同啲社福機構啦，同埋呢個特殊學校合作嘅。我哋有為殘疾人士提供就業機會同埋培訓，為咗協助佢哋適應我哋嘅工作啦，咁我哋都會因應佢個人情況啦，編排工作俾佢啦，同埋工作嘅時數。對於同業嘅建議咧，我會覺得係我哋需要有多啲嘅耐心啦，少啲嘅標籤啦，同埋我哋要俾適當嘅培訓同埋時間佢。咁咧呢啲同學仔一旦學識咗咧，其實佢會比一般嘅員工更加專業同埋更加有耐心嘅。